大家好，今日係5月26星期一，咁踏入呢個禮拜咧，成個大市咧將會受到今個月期指轉倉同埋結算相關活動所主導。咁明顯睇到今日咧淡倉咧係稍為略作反擊，所以個股市咧由朝到晚咧都處於一個反覆下行形態，而且指數咧更加係開始正式係跌穿條10天嘅平均移動線。一陣再作分析，先睇睇今日嘅情況先。恒指早市咧先係低開95點，去到23,505點，之後曾經有少少後抽見過23,571點，但冇法子再推進，買盤不足，當然只係最主要嘅原因。加上個大市咧開始有陣陣嘅沽壓滲滲咁湧現，結果個股市咧開始轉反覆下行。到晏晝時段咧，恒指更加一度係跌到落23,234點先斷定嘅。相對上個禮拜五嚟講，呢1分鐘指數係跌咗367點，其後有少少技術上嘅回穩，恒指最後收喺23,282點，係跌咗318點，成交金額稍為有少少上升，有2,235億，咁即係話喺下跌當中咧，沽壓相對嚟講係比較明顯啦。咁以收市指數喺23,282點計咧，技術上已經係低收喺條10天線23,482點之下㗎。向下望咧，另外一組移動線咧就係條20天線，而家大概喺29,997點，再低啲咧就係條50天線，大概喺22,783點。簡單講，如果連續2日指數係低收喺條10天線之下咧，即係意味着個大市咧，第一呢次係真係開始正式嘅跌穿10天線，喺技術上進一步向下望嘅咧嘅支持咧就係退守到20同埋50天線啦。其實都講咗好多次，由4月9號嘅低位19,260點開始嘅上升，去到今個月21號嘅高位23,917，6個禮拜唔到，指數已經升咗4,657點。今日急升過後稍為消化係好正常。問題就個大市唔係高台整固進行消化啊嘛，其實我應該都講過，所謂嘅整固咧，譬如咁嘅指數喺高位跌落嚟，跌得比較深，咁去到低位嘅時間咧，沽嘅又老實又唔捨得再沽啦，買嘅人又卻步，咁結果個大市咧就係低台咧進入咗整固等變嘅格局。但係呢一陣個市唔同啊嘛，升咗4,657點。就算你進入整固階段，你唔可能維持得太耐，因為喺個高台啊嘛。買揸住錢嗰啲唔願買，但係揸住貨嘅好多仲係獲利噶嘛，唔會唔走噶嘛。所以技術上、形態上個大市嘅反覆下行咧，只係時間嘅問題嘅啫。再講由上個禮拜一開始，指數已經喺上個禮拜曾經2度日中係跌穿條10天線嘅。第一次就上個禮拜一啦，指數咧其實喺日中咧已經低見23,059，嗰一刻跌穿10天線，不過收市嘅時間係冇失守嘅。到上個禮拜五，日中指數見過23,487，亦都輕輕跌穿10天線，不過最終到收市都係冇失守。但係今日咧正式係跌穿咗條10天線嚟收市，亦都意味着第一，成個技術上嘅反彈嘅勢頭已經暫時係告一段落啦。咁反彈過後，個大市咪進入咗回吐同消化之中咯。問題個消化有幾多，回吐有幾多咁解啫。第二，最重要嘅就係呢一陣市咧，由頭到尾都係只係一個技術上嘅反彈，唔係升浪嘅開始。所以變咗咧，喺到高位嘅時間咧，大家睇到過去2個禮拜成交金額係偏疏㗎，係有啲股份仍然咬住個高台㗎，好似早2日咧，例如好似比亞迪啦，股價曾經見過48、47啦，其他咧泡泡瑪特更加唔使講啦，咬住個高台啦，連帶咧寧德時代老鋪黃金呢啲咧都係咬住個高台㗎。咁當然知啦，好似今日咁樣睇得到咧，比亞迪嘅股價咧係出現明顯嘅回吐，其實都可以講由313開步去到477，期間嚟講已經升超過50%。高台嘅回吐同埋技術上嘅反覆，其實只係時間嘅問題嘅啫。咁嚟到而家呢刻咧，我諗暫時嚟講，則都係按兵不動㗎啦。經過4,657點嘅上升，個市到底要調整幾多、調整幾深、調整幾耐，大家都唔知。反正10天線失守咧，下一個據點就要退守到20同50天線。咁梗係
盡量就係保留現金觀望先啦，適當嘅時間再作部署就比較好啲。作少少申報先，我係證監會持牌人士，我係冇持有頭先上述提及嘅股份同埋相關嘅權益嘅。大家好，今天是5月26，星期一。其實5月份剩下交易天已經不多了，這個星期三已經是這個期指轉倉的高峰期，所以今天跟明天好淡的增值會進一步明顯的。而從今天股市的走勢來看，好像是做淡的已經開始反擊了。我們就看看今天的情況。恒生指數早段先低開95點到23,505點，曾經一度稍微回升到23,571點，可是沒有辦法再推進。買盤不足是主要的原因，還有沽盤又不斷的出現，結果到下午2點半左右，指數已經曾經一度跌了303點到23,278點，等於說在這分鐘指數的確是已經跌穿了那個10天線。其實從上個星期一到今天為止，在6個交易天之內，指數在日中已經曾經3度是跌穿那個10天線。第一次是上個星期一，指數日中曾經低見23,059點，當其時是跌穿10天線。到上個星期五，就是23號早市，指數曾經一度低見23,487點，這分鐘也輕輕跌穿10天線。到今天是第3天，情況跟我們說，整個股市已經開始反覆而不明。從走勢方面來看，指數一旦是正式跌穿10天線而超過2個交易天的話，那等於說整個從10月9號開始的反彈應該已經是完了。就是怎麼說從19,260點上升到這個21號的高位23,917點，經過4,657點的反彈之後，股市開始出現一個高台的反覆而回吐。那等於說，要是10天線失守的話，下一個技術上的支持就要退守到20天線，大概在23,000。再往下看的就是50天線，現在大概在22,783點。所以暫時來說，所有在上個星期已經做了一個布局的投資者，要小心自己承擔風險的能力。我總是覺得短線炒賣，你希望賺它1塊錢的，就最好承擔1塊錢的風險。不可能說我只是賺了一點點，可是虧的時候我就一直守，其實這個做法真的是不太理想的。再看看這個當然還是先低後高，我想這個是很難改變，因為低位是2號的22,058點，高位當然暫時是21號的23,917點。說到底，這個波幅只有1,859點。這個波幅是比較少的，可是問題就是指數雖然是曾經高見23,917點，在那一分鐘要是要攻破24,000點，我想應該不會太困難。問題就是沒有動力，資金還是比較保守，結果就是沒有辦法再做進一步的推進。現在嘛，從23,917點的回調，其實已經開始跌穿那個10天線。其實我說過很多次，為什麼一直要拿10天線來做一個分析？因為恒生指數要是要維持不斷往上衝高的走勢，第一個條件就一定要穩守在10天線以上，這個最基本的。第二就是成交方面，一定要回升到2,300到2,500億以上。可是從過去這2個星期看起來，情況的確是令人擔心。所以未來一段時間，可能股市還是會維持反覆不明的走勢。任何的短線炒賣，暫時我覺得稍微保守一點點比較好的。好了，宣布一下，我是證監會的持牌人士，我並沒有持有剛才提到的股份跟相關的權益的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大家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，仲有記得要訂閱我哋菠蘿包工作室喎。訂閱咗之後，記得將個通知轉埋全部，咁樣先至會收到我哋最新嘅影片通知㗎。